繼續來看，台中有一對父母，2年前甲5個月大的查囝交予一個合家年母來照顧。囡仔疑似防虐待，傷到頭殼，開腦開5解，才捡回一條命。但是開腦的結果卻變做重度身心障礙，即擺想要行路都真困難。父母懷疑年母傷害囡仔，而且年母嘛無通過測謊，但是檢察官並無甲年母來起訴，父母無法度接受這款的結果。若年母是強調講，絕對無虐待囡仔。2年前頭殼重傷開刀的這個查某嬰仔，即擺已經2歲啊，抑過倒憑這個骹甲手，因為腦部的受傷，行動無方便。家長真生氣，講年母迄一天將查某囝囥佇厝內，人做伊出去，結果這個查某囝敢若是跋落到塗骹，磕到頭，唔知人開5擺刀，才捡回一命。2024年6月，這個紅嬰仔5個月大的時，這個大人將伊交予共社區年母騙。7月時，這個做爸母就接到電話，講因查某囝敢若是為40公分懸的所在跌落來，頭殼內有出血，送去病院緊急開5擺刀，才保住性命。驗過呢行動無方便，家長懷疑講這個年母有苦度囡仔，控告伊傷害，驗過檢察官認為講證據不足，不起訴。家長質疑這個年母進前就3擺將囡仔留佇厝內人做伊出去的違規記錄。代志發生的第一時間，無直接叫救護車，顛倒是敲電話，和家屬要求將囡仔帶走，已經延誤就醫。測這個年母敢有講白實話，結果嘛無通過。這個很壓抑的，現在還沒有，就是我要去接他的時間，他怎麼從電梯走出來？我還有用那個安全帶，幫他扣住這樣子。在簽契的時候，我有跟他說明，然後他有同意，他才送托的。做快20年的一個保姆，這樣的事情發生，那我整個信心都沒有了。年母強調講絕對無苦度囡仔，檢察官認為講這個紅嬰仔送去病院時，雖然有視網膜出血，抑過袂當認定講是因為弄到，還是受到苦毒造成的。另外，醫術評估為40公分懸的所在落來到軟紙的地面，應該袂去傷到腦。這個囡仔代志發生前10天到14天就舊傷，檢方認定講代志發生迄一天並不是造成重傷的主要原因，加上無監視器的直接證據，這個測謊的結果嘛無材料作為證據，認定講不起訴並無妥當。針對這款的結果，家長無法度接受，因決定要提起自訴，要為因查某囝討回公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